今集介紹一個仔靚盤，樓齡輕，電梯流，總價細，名副其實的上車盤，約1000車原3房2至1廳，廁所及廚房都有明窗通風。廳及房間窗外景觀對地堡街，開陽光猛。房間歸一，套房原本有套廁，現改為衣帽間。這單位只係20幾年樓齡，月供1萬左右，有興趣盡快約睇啦！